好，嗱遊戲好簡單嘅啫，我哋而家移玉步喺呢邊先，咁啊有啲 A、B、C、D 嘅牌俾大家揀喎。好，咁阿峰啊幫呢位女仔啊點稱呼啊？Polly。好啦，咁睇下陣間 Amy 嗰位男士觀眾係叫咩名先？好。嗱陣間咧有好多嘅 Q&A 嘅問題啦，咁啊識答咧答中係有1分，答錯係唔會扣分㗎，放心。點稱呼啊？阿 Will 你好，好你去Amy 隔離啦。好啦，咁啊識答，咁啊舉高你嘅牌啦。究竟每一條嘅 A、B、C、D 你哋會點選擇咯噃嚇？像家人健康咧 ，A 係低甲全尖板啦，B 係低甲全乒乓波板啦，C 係低甲全 E1 板啦，定係 D 低甲全高清板咧？選擇3秒，3、2、1，好，兩位揀 C。哇，係啱咗㗎嚇！咁我解釋下啦，受惠家具咧使用符合呢個歐盟標準嘅低甲醛 E1 版啦，家具咧就唔會存在呢個刺鼻嘅氣味㗎，能夠減低咧呼吸道不適嘅機會啦，特別咧係適合小朋友啦，同埋皮膚或者係呼吸敏感度嘅朋友噃。好，第二條咯噃，第二條就係以下邊一款植物嘅物料係沒有用作製造枕頭嘅咧 ？A 係竹炭 ，B 係人參 ，C 係高麥 ，D 係薰衣草。3、2，可唔可以講多次啊 ？A 係咩 ？A 係竹炭 ，B 係人參 ，C 係高麥 ，D 係薰衣草。好，竹炭係咩嚟㗎？竹炭係咩嚟？陣間話俾你知咯。你試下揀咪知咯。係啊，你試下揀，你錯咗咪知咯。係啦，咁所以你係錯㗎啦。係 B 係人參啊。係啦，以上嘅健康枕咧，均備有呢個獨特嘅功能啦。例如咧，薰衣草枕頭咧就有清心減壓作用，能夠安穩你嘅情緒啊。咁啊，能夠令你咧入睡更加係哇好 sweet 㗎嚇。好，第三條咯噃，實惠售賣嘅所有水樽都唔會含有邊一種有害嘅物料咧，係唔會含有嚇。A 係可粉 A。B 係雙粉 A，C 係米粉 B，D 係意粉 C， 咁易冇理由錯啦啩兩位 ？B 係啱㗎，咁難答都答中，真係好叻啊嚇！呢個圖片先，俾觀眾望一望，俾我哋望一望啦。究竟圖中嘅家具電器係實惠嘅產品啊？咁大家又知唔知係咩類型咧 ？A 抽濕機 ，B 多士爐 ，C 暖爐定係 D 風扇咧？係林峰揀 D， 係阿 Will 都係揀 D， 啱咗。係啦，實惠嘅風扇咧，除咗有好多創新功能啦，例如驅蚊之外咧，全部咧都係參照歐盟環保嘅物料製造嘅喎嚇。好，唔該晒。另一位啦噃，就係圖片係咪？好，俾佢哋兩個望。應該搶答題喎，我哋。係啦，搶答再刺激啲係嘛？係啦，好望一望，觀眾朋友，估下呢款係咩家居嘅用品？好 ，A 冷氣機 ，B 廚用架 ，C 風扇定係 D 吸濕器咧？D 啱咗，吸濕器。阿龍峰你好中意玩搶答題咧，係嘛？我見到好刺激啲啊嘛，係嘛？水 B 洗衣粉或者洗衣液 ，C 負離子及遠紅外線，定係 D 化學劑咧？咦 ，Amy 揀 C 喎，係林峰嗰邊都揀 C， 啱咗，負離子及遠紅外線啊！呢款咧係呢個零化學成納米嘅洗衣球嚟㗎嚇，既可慳水又可慳電，啱晒。好，另外第8條，咦？要呢個鑊嚟睇睇先，係嗱呢個鑊咧就唔係俾 fans 咧上電視嘅時候遮住大家㗎嚇，係啦，咁啊呢個煎鑊啊，呢個電磁爐係適用於嘅喎嚇，適用於喺電磁爐裏邊啦，咁可以利用咧輔助工具咧測試㗎，好似磁石啦、擦膠或者筷子，究竟係邊種咧嚇？呢隻鑊 A 擦膠 ，B 筷子 ，C 鐵尺定係 D 磁石咧？可以適用於邊種咧？阿 Will 揀 D，Polly。冇理由 A、B、C 㗎，可能係擦膠咧，創新科技咧，今日先發明嘅。擦膠啊！冇創意分嘅喎呢啲。好，兩位都揀啲磁石。咦，我哋係現場可以試下㗎係嘛？睇睇先。哇！市面上嘅煎鑊咧，除咗可以用喺電磁爐之外咧，部分仲加上呢個咧鑄鋁塗層啊嚇，令煎鑊更加堅固耐用。sorry， 係啦，咁啊人為方面咧令佢甩嘅啫，頭先嚇唔關事嘅，平時可以用黐好嘅。好，唔該晒，唔該晒。好，第9條，最後一條啦，好簡單。不如搶答啦，唔好揀啦呢條。請講出今日實惠5店齊開，邊一間係實惠嘅超級旗艦店？Polly。Box， 你講 Mega Box 幾多樓先？5樓。耶，啱咗。好嘢，好嘢，值得俾掌聲你。